按透过这种的了完慢慢消除。哦，不是讲我是在过日子，提过你若提过你心中的发心了，你有着你行动了，哦。尤其咱好一个人讲，当然这是一个要咱伊自咱哦，咱这个世界啊，伊所形成过程，会使讲你看你这种就是真正遇到天气，对着你有了解，真正伊话你记得下你负责，但你若你做这个代，伊让你为这研究
那或者放回说，毕竟我怎么都看不懂，你感或者很正常啊。